想搞掂埋，剩翻嘅馬唔多啦，交俾集前。剩翻3匹馬。好啦，加州動員和平波最後入閘，喜蓮勇敢，全部馬不準備妥當6場賽事，2班1800獅子會杯第2第7準備。黃記基，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有目共賞63啊慢咗嗰隻嚟㗎。好啦，愛心神區都縮咗喺後邊位置嘅，前面快㗎嘛，外邊有和平波啊，走入邊啦，遨遊武士走上去帶啦，第3位又遙遙領先啊。咁啊，第4位就加州動員啦，內欄第5啊遊龍串鳳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紅眼罩跟住個第6位啦，外邊喜蓮勇敢啦，埋邊黃衫啊當年情啦，後邊嘅4匹馬愛心神區63粉紅帽有目共賞呢，就暫時向尾3啊，後邊2匹馬分別係常拼常用同埋標誌5支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千二米段處咯，前面放嘅馬呢，遨遊武士好順利擺到喺前面走啊，跟住喺第2位外邊就和平波嚟㗎，遙遙領先啊第3位，落後2-3個馬位啊，加州動員啊第4位，內欄第5遊龍串鳳第6位紅眼罩喜蓮勇敢啊，後邊個5匹馬啦，分別有當年情啦，尾4藍白格仔3，咁啊有呢隻呢，咁啊就係較係被動啲嘅愛心神區啊，後邊3匹馬啦，分別係有目共賞常拼常用啊，標誌5支暫時殿後啊。好啦，咁啊轉緊翻中間啦，遨遊武士佔先嘅和平波外邊第2位啊，遙遙領先呢就最近咗噶啦，內欄第4係遊龍串鳳啦，第5位呢就加州動員啦，第6位紅眼罩喜蓮勇敢啊，愛心神區亦都上咗啲啦，咁啊響入邊呢隻有目共賞啊，跟住當年情啊，後邊2匹常拼常用同埋標誌5支嚟噶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和平波透出咗啊，咁啊見到中檔追嘅馬有呢隻就遙遙領先啊，中檔上有加州動員啦，外邊喜蓮勇敢啦，馬林中間63有目共賞揾緊位啊，出邊仲有隻愛心神區，最後100零米和平波透出咗，依然係佔先半個身位，中間位置有遙遙領先，越逼越近，外邊係加州動員第1名，外邊冚上嚟加州動員有冇機會過到中間嘅遙遙領先呢？埋邊係和平波啊！結果3隻馬平排衝刺㗎，外邊數入去，加州動員中間遙遙領先，入邊係和平波第4名嘅馬呢，嗰隻有目共賞，同埋外邊喜蓮勇敢需要影相。高東尼4隻延遲報名，臨尾落到6.2倍咋，飛格呢隻加州動員10號啊巴道贏啦，第2名包括遙遙領先啦，咁啊希威森和平波咁啊第3啊，第4單咪有目共賞出後，加州動員都係要食住隻和平波喎，翻嚟中間。
睇下預計派彩啦，跑第一名係10號啦，加州動員獨贏派62蚊，位置派21個半。跑第二名係8號嘅遙遙領先，位置派20個半。跑第3名係11號和平波，位置派39蚊。連人位8搭10派192蚊。二重彩啦，10號8號順序派417蚊。三重彩10號8號11號順序派3447蚊。單 T 派781蚊。位置 Q 8搭10派55個半。10搭11派115蚊。8搭11派108個半。跑第4名就係7號啦，有目共賞。時間1分45秒84啊！睇翻張相啦，加州動員啊，勝出又破班制啦呢場。今日嘅時間咧好快啊！係咯，飛數好勁啊！臨尾第二就係遙遙領先啦，都係擺前嗰幾隻啊。第四就好近嘅，有目共賞。抽啊！幾快，第6邊啦已經啫嘛。初好似好難夜排短嘅路程。佢又追下馬添喎，今日即係擺前又得，追馬又得。身價都好高昂嘅澤星勇記嘅仔啊，咁啊今日1800啦，再抱埋杯。恭喜晒馬主啦，獲得自購新馬特別獎金港幣100萬元嘅。今日打卡啊嘛，巴道講少啊，2號騎師啊，轉彎係咁騎咋。跟住係美麗第一喎。而家係越嚟越黏添嘅馬，直頭早段呢一路要逼住要騎嘅。係啊，轉彎係咁騎嘅，騎小步都唔得嘅。但佢一撻着佢啊，攬下又勁啲，攬下又勁啲咁喎。可能就係追和平波咯，有目標啊嘛。成日都係你啊！見親隻路地生都要追嘅咧。咁啊，遙遙領先或者係慘咁樣啫。我都跑啱晒㗎啦，你為咗追住和平波啫。咪好似安康萬里咁咯，又係爭少少落內。啊！真係轉咗型，因為佢都嚟出隊幾隻都唔係好夠活躍，佢啲遊龍轉鳳都係咁，終於翻嚟失望啦今次。嗰個位跑啱，佢哋全部皇后紀念杯再跑。睇下4連環預計派彩啦，7號、8號、10號、11號派251蚊。4重彩預計派彩10號、8號、11號、7號順序派10753蚊。甚至愛心神區都係啊，都幾明顯撻呢一場之後啊，下一次2400真係好。佢係初起啦，佢嗰個集魚嗰隻勁嘅時候贏埋㗎啦。個終點嗰下啊，一湧上應該再行啲啊嘛。佢反為個終點跟住又唔係好多，弱翻少少嚇。就睇下撻埋呢場會好啲啊，1800。個東尼好4隻都有一隻贏。係啊，但係延遲報名贏，真係都唔知係咪真係咁叻嘅。如果高班小馬啦，係嘛？但係啲飛又勁喎，真係叻喎！臨尾飛燈啊，叻到不得了啦！覺得好好分噶嘛。係啊，初初以為咁好分。而家終於咪3隻着燈嘅包辦，加埋就係大熱門啊，4連環都中埋啊！所以得1萬蚊啫喎，又唔係話好分嘅四龍彩，係四龍彩啊！叫做因為7到第4名好分啲咁解啫。幾隻落飛馬得手，有冇共賞出閘慢咗啊？高東尼出好多隻馬，翻場。我跑完打比嗰隊啊，包 Q 啊，第4都係嘅，有冇共賞？係啊。好，睇到個頒獎啊！恭喜馬主！呢幾隻4歲馬啦，呢場啊翻晒嚟啦。東尼今季嘅第29邊。巴道輕磅啊，揾到佢跑啦！呢隻加州動員。
好，再一次恭喜勝出嘅馬主同埋騎練啊！輸咗隻加州星馳，係贏翻呢隻加州動員咯。睇翻巡邏影片啦，3檔有目共賞呢，出閘就慢咗半拍嘅。另外留住跑呢，有常拼常勇呢，當年程翻到嚟爆尾喎。咁啊，前邊最快都係嗰一對馬啦，遨遊武士啦，同埋和平波。有親和平波呢，都多數都偏快㗎啦。加州動員就吊住個3、4位之間，埋邊有龍串鳳啦，同埋遙遙領先嘅。跟住有目共賞啦，紅眼罩呢就係喜蓮勇敢啦，藍白格仔色衫呢就係愛心神區，包尾一對馬，上拼上勇同埋嗰隻標誌5支。你喺巴度其實啲加州動員一路壓下望咗裏邊幾次，佢都賣唔到佢。咁但係都冇壞啊，因為原來都要做啲撻啊，都係要有啲空間俾佢走嘅。後邊嘅重磅啲嗰啲喜蓮勇敢啦，近啦，翻到嚟又係4-4-5咁啦。愛心神區就係喺佢後邊，咁另外有目共賞一路都摔咗喺嗰個位啊，變唔到招喎，A3想走唔到啊，嗰度包到佢冚晒。直路亦都衝得唔係好順，即係唔係一氣呵成咁啊！而今日潘頓啲走位又應該係一氣呵成咁啊！因為前面當年程又唔係好多，又帶唔到佢上去。加州動員啊，開始移出嚟3喐啦，喐手啦，係見巴度有啲開始有啲立啊，打添啊！哇！遙遙領先就好整以下嘅，都未喐嘅，見到啊前面呢度先轉出嚟，好定嘅，你睇下遙遙領先啦，轉正先移出嚟衝。嗱呢個加州動員呢，真係哇越攬啊越勁喎！你睇下中下咁，但係好似啊啲步幅啊越開越大。愛心神區啊咁撻下啦，呢場叫做啊，你喺外邊都有騎下有追下嘅。潘頓冇乜位咯，呢度中間窄位啊，天線就出現咗啦。今日先打得下噶嘛，即係應該好似大利好運咁啊會打上來咯。係啊，打得下咁啊。好啦，咁啊第6場都復幫完畢排彩作實啦。位置 Q 8搭10派55個半，10搭11派115蚊，8搭11派108個半。二重彩啦，10號8號順序派417蚊。4連環7號8號10號11號派251蚊。4重彩10號8號11號7號順序派10753蚊。孖寶派彩啦，頭關1號尾關10號派294蚊，頭關1號尾關8號安慰獎派26個半。第3號孖 T 頭關1號4號11號尾關8號10號11號派163183蚊。3T 今日冇人選中勝出組合啊！咁啊，3T 嘅安慰獎呢就派35296蚊。咁啊，3T 冇人中啦，咁啊超過130萬嘅多寶賽金啦，將會撥落去3T 多寶儲備嘅發放安排，大家留意返馬會日後公佈啦。分段時間頭段13秒75，第2段22秒39，第3段23秒69，第4段23秒42，末段22秒59，總時間1分45秒85，比標準時間快，差唔多超過1.7秒啊！